继续来关心欧洲南部，即马火烧山的情形是真严重，包括西班牙甲波多牙是拢受到严重的损伤。西班牙气象局指出，这波烧影已经持续16天，温度甚至升到45度，就连真出名条城的路嘛暂时封起来。 伫山林内面的大火炭烧的速度真紧，火一挖过来，规丛树仔就着火。看火是愈烧愈旺，接近饲狗的厝，不大警方赶来救狗。一群狗欢喜摇着尾溜，顺利走出火场。不过南欧野火情势是无啥乐观，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，夜头拢看袂到哪天，规个拢烟雾茫茫。 规粒山的树仔草拢烧甲乌草搭，著名的朝圣之路有一寡路段，怎么拢已经封起。Una cosa terrible para la población. Los peregrinos pueden regresar a la casa si es problema. 每年热天拢有上千上万的人来行这条古老的圣雅各之路，怎么说因为野火一寡路封起来？ 西班牙官方讲，自6月到今已经有27个人因为涉嫌放火被逮捕，也有92个人伫咧调查，但是主要原因也是天气热加极端气候，和扩散严重，火才会炭遮紧。 Con los datos actuales, acabará hoy, lunes 18 de agosto, lo cual son buenas noticias, y con los 16 días de duración constituye la tercera ola de mayor duración desde que tenemos registros, que los comenzamos en 1975. 在西班牙，野火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，86个温度不过甲摄氏45度。 不过野火威胁就伫咧眼前，民众等袂赴人救，家己甲一寡炖的物件甲草啊清好清气，莫互火烧着因的厝。Estamos viviendo ya hace 4 días porque está todo a nuestro alrededor. Y entonces esto nos fastidia, llevamos 4 noches sin dormir y muy mal lo estamos pasando. 阿尔巴尼亚的手机用这种特别的药啊，替迄款烧烫伤的马眼萝卜药啊。这边野火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正大影响。虽然热天气就即要结束啊，不过民众清理工园的工作才即要开始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